有一个28岁青年，伊的家族有心梗塌的病史，伊本身搏婚嘛搏10年咯。迄天常常感觉胸口会痛，怎家己骑铁马冲去病院来急诊检查，结果竟然就是心梗塌，马上就做心导管的手术，到经救回一条命。 28岁的谢先生真欢喜，因为伊的病好真济。进前伊伫咧处理，常常感觉胸坎真痛，就家己桥倒摆撞到病院，刷诊断是急性心梗塌。那架完支架之后，他的症状真的就慢慢的改善了啊。到加护病房的人都比较轻松。上班时间蛮长的，然后我睡觉时间又很短，所以可能这导致。 就是可能加速我的堵塞吧。手术过1个月后回诊有较稳定，因为这几年心梗塌有少年怀出世，医师讲有家族病史，三管理患者拢会加注意。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已经高，而且高了一段时间了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心血管事件好像就。 比较年轻化了。谢先生已经结婚1个月，人嘛慢慢有较空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